大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针对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比例，对目前的1/10提悬到1/5咯。目前是搁伫立法院的等待审议。学生团体今仔是到教育部去申请，伊呼吁教育部应该赶紧来提出教育部版本的修正条文，互大学法会使赶紧来完成修法。 20岁起，台湾学生联合会动员要30个学生，伫教育部的门口来申请，因不满大学法部分条文的修法草案，一直放伫教育部，这期是受到大学校长的施压，互学生的权益无受到重视。可能就是在某一些团体的压力之下，教育部没办法产出这样子的一个布版。那也是希望说，教育部也呼吁教育部可以在这个会期尽速做提出。今天我们要在校级会议当中去反映任何的事情或学生的意见，那或者是更变某些法案等等之类的，学校会都会阻挡下来。大学联表示，去年立法院下党派立委就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对1/10调做1/5有共识，不过落尾煞无摆入审查。进前教育部长嘛表示讲会提出行政院的版本，不过到搭草案阁下伫教育部，因为牵涉真侪参学生权益有关系行政决议，亲像宿舍、停车等事项，学生拢无法度参与，因呼吁教育部要赶紧修法。去年的9月到11月，其实教育部已经陆续举行了总共9场的座谈会。目前还有很大不同意见的部分呢，希望能够继续来广泛来沟通讨论。教育部讲，因为各界意见真侪，会继续汇集意见，揪出上大的公约数，再阁提出大学法的修正草案。记者在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。